粉加水搅拌成粉团之后，先过筛。做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让它的湿度比较均匀。紧接着搓揉，像在锅里画太极，一颗颗粉圆借手温成型。像这样子搓揉，它就会不断的越滚越大颗。叶家祖传的手工粉圆标榜大力，直径至少超过1公分。30岁的叶耀杰双手一开动，至少要3小时才能停工。当你人的手跟机器下去做的比较，撕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口感还是会有差，因为手有巧劲。手工和机器的差别还可以这样鉴定。我们看粉圆看起来好像很大一颗，只是它轻轻一捏它就碎了。那就是因为我们手工做，不加果胶，没有其他的添加物，它这是纯粉的感觉。纯手工的粉圆要煮熟，却费事得多。一般粉圆煮45分钟熟透，叶家的粉圆得在热水里翻滚2个小时才够。加刀削冰、糖水，很有古早风味。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那么大一颗，然后吃起来怎么那么 Q， 那么好吃哦，很厚实的哦，很好吃。对呀、还用当地的时间做的啊，老板娘说我花了很久时间，很多时间做的，对不对？食物反映了人的性格，晶莹剔透的粉圆越嚼越能尝到 Q 劲，那是许月珠和儿子用双手揉入的诚意。就像我儿子讲的，他想要接承家传事业，保留这个传统，因为我们这个真的实在太好吃了。手工纯天然的粉圆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繁复，而且非常需要耐心。不过传承了4代，坚持依旧在，美味也依旧留着。含好色咯，用提长久嘅时间做嘅，含好色咯，用提长久嘅时间做嘅。